Hello，大家好啊！又同大家見面啦。咁今日咧又想講下中年好聲音4啊嗰個助力賽啊，係黃鄭俊仁、吳奕偉唱嗰首後知後覺啊。咁我應該係從意難平去到神助攻，又拆解下成首歌嘅部署又係點樣啊？咁我就分幾個部分，就一一咁樣同大家拆解下。咁啊，首先歡迎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先，咁我就繼續同大家跟進啦。咁其實嗰晚嘅助力賽呢，其實喺4季之中呢，都幾令人血脈沸騰啊，同埋都幾令人感動啊呢一集。我相信都冇人會反對啊。但係如果我話呢一集呢係最令人意難平呢，係因為有一位歌手咧，係比較感覺係比較委屈嘅一集，唔知大家認唔認同啊？咁我講嗰位歌手咧就係黃鄭俊仁啦。咁佢今次係同吳奕偉一齊合唱嗰首《後知後覺》啊。咁首先咧，一開始拆解之前咧，咁我又想同大家講下啊，我喺啲留言區啊嗰度睇啊，其實都有幾百個留言啊。咁啊，當中咧有啲見到啊，話哇好支持啊黃鄭俊仁啊，哇黃鄭好正啊，黃鄭係神助攻啊。其實咧見到呢啲留言咧，即係我哋有時作為歌迷咧都覺得幾好啊，幾開心啊。但係同時喺心入邊咧都酸酸地啊。點解咧？因為我都記得咧，都係中三嗰陣時啦。可能黃鄭俊仁咧，明明佢本身都係有一個頂級嘅唱功啊，明明都係有資格入個決賽啊，但係咧佢居然連入決賽嗰個資格都冇啊！即係諗起都覺得，咦，點解會咁樣咧？嗰種咧明明係王者，但係會被人當係配角嘅。好似有啲委屈咁樣咯，當年啊，咁而家諗翻起都覺得都有少少啊。咁相信咧，每一位即係在座啊，都可能覺得哇，中三嘅觀眾咧都歷歷在目啦。所以咧嗰日見到佢喺台上即係做助力嘅嘉賓嘅身份回歸啊，我哋都係比較複雜啲嘅心情。點解咧？一邊咧都好興奮啦，另外一邊都覺得好驚啊！驚啲咩？我驚佢咧，好似上一屆嘅經歷咁樣，會唔會收埋自己？驚佢因為只係助力而唔敢盡情發揮，都會有呢一樣啊！但係咧，阿黃鄭俊仁咧，佢係用咗事實證明咗咧，咩嘢叫做真正嘅王者啊？佢係冇話因為曾經唔公平嘅對待而懷恨在心啊，但係咧又冇話因為做配角啊而馬虎了事啊。佢喺中三嘅時候嗰個遺憾啊，應該係化作為今日中4嘅力量啊。我覺得佢咧係用最完美咧、最無私咧、最強勁嘅演出啊，向全世界證明黃鄭俊仁就算只係幫人啊，佢都係一個焦點人物啦。咁今日咧又同大家拆解下呢一首後知後覺啊，同埋講解下點解呢次合作咧係天衣無縫。咁我就慢慢咁樣同大家又分析下點解黃鄭俊仁啊呢一次嘅神助攻咧，足以成為中年好聲音史上都好經典嘅助力賽之一啦。咁第二個部分咧就係想講下佢哋嘅賽前部署啦，即係我自己睇到咋。咁首先呢首歌咧，其實都唔係話普通嘅 K 歌啊，因為呢首歌咧係台灣音樂才子啊張雨生嘅作品啊。咁之後咧，阿張惠妹咧就將呢首歌咧就唱紅咗啊。咁呢首歌嘅難度咧係在於咩咧？第一，佢個音域啊係極闊嘅，咁同埋佢由低音開始，慢慢瞬間咧就飆升到高音，之後再爆發啦。其實對一個歌手嘅氣息控制咧，其實係要求極高啊。咁第二咧，同埋係個情緒張力大啊。歌詞講到對逝去嘅情感啊嘅後知後覺啊，其實係有一種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嗰種遺憾啊。咁樣咧又帶住一種
對生命嘅熱烈渴望啊。咁第三咧就係話佢又係藍調啦，同埋再加埋嗰個搖滾嗰個元素啊，唔係話人人唱到嗰種蘇寧味啊。咁其實揀呢一首歌咧，本身咧係一種勇氣啊，而更加令人擔心嘅咧就係話賽前咧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其實都唔知啊，我都係睇到佢唱嗰時咧，都好似有啲咳咁樣啊，即係望到個鏡頭咁樣啦。咁我就心諗，哇！呢個咧直頭係唱歌嘅，即係失聲啦，又支氣管炎啊！呢個真係致命傷嚟噶嘛。咁大家諗下，一個病人啊，連講嘢都辛苦啊，咁啊要唱到呢首咁高難度嘅爆燈嘅歌啊，但係佢仲同一個好唱得嘅黃鄭俊仁合作啦、合唱啦。咁你話呢個壓力係有幾大？其實一個唔小心咧，就會變咗一個車禍嘅現場啊！咁但係咧，呢個世界咧就係咁樣噶啦，危機咧往往都係一個轉機啊！正正因為吳亦偉嘅病咗啊，我哋先至見到一個完全體嘅黃鄭俊仁咯。好多人都問啊，點解黃鄭俊仁把聲咁勁嘅？佢會唔會搶風㗎？咁話晒都合唱啊嘛，助力賽啊嘛，會唔會淨係掛住自己炫耀咁樣㗎？唔記得咗幫下人㗎？會唔會有呢種感覺？即係有啲人都會話佢唱嘅時候好似好作狀咁樣啊？呢個問題咧，其實問得非常好啊，亦係今次分析嘅核心啊！咁我哋咧又一齊重溫下當晚我睇到啲乜嘢啊！其實比賽嗰日咧，都見到阿吳亦偉咧個狀態咧係唔係咁好啊？見到佢咧即係講嘢嘅時候嗰個聲咧，好似抽住咁，有啲咳啦。咁有時見到佢臨開場嗰陣時咧，都有啲咳啦。咁之後咧就更加望到啊，佢唱完嘅時候，佢都急向翻後咁又咳咗，咁樣就見到佢會唔會狀態唔夠啦？係咪啊？但係佢同阿黃鄭俊仁企埋一邊嘅時候咧，大家有冇留意到黃鄭俊仁嘅眼神啊？佢係冇望個鏡頭嘅，好多時咧都會有時會望住阿吳亦偉嘅喎。呢個動作咧其實好緊要嘅，佢唔係話嚟表演自己啦，佢係嚟傍住阿吳亦偉啊。佢係用自己嘅眼神啦、自己嘅節奏啦，佢去帶住一個病人啊，完成咗呢一次艱巨嘅任務啊！呢一種嘅風度啊，呢一種嘅氣場啊，已經喺呢一個表演度咧，立咗一個好嘅基礎啊！咁另外第三部分咧，咁啊又拆解下王者遇上病菌嘅化學作用啦。嚟到呢度咧，我哋先至係嘅重頭戲啊！咁因為咧，我哋由一齊到頭到尾啦，咁又拆解下呢4分鐘嘅表演。又睇下黃鄭俊仁啊，佢係點樣用聲音嚟救人啦？第一段咧係開始啦，阿吳亦偉唱啦，大家有冇聽到啊？吳亦偉把聲咧，其實因為病咧，佢係有啲沙沙地把聲啊，佢未係用感情100分咁樣投放唱緊呢一首歌嘅。佢唱嘅時候咧，有一種迷茫啦、失落嘅感覺啊。而之後咧，阿黃鄭俊仁做緊啲咩咧？其實佢係到佢嘅時候啦，佢係慢慢咁樣唱出佢唱嗰部分啦。佢把聲咧其實收得好入嘅，同埋咧佢係用緊佢嘅智慧咧，因為佢知道參賽者咧係吳亦偉啊，佢要凸顯吳亦偉嘅優點啦，佢係將自己嘅氣息啦，佢係承托住咧吳亦偉帶啲虛弱嘅聲線啊。我特別留意到一個位咧。就係咧有一個位咧，阿黃鄭啊唱到嗰句又似近在眼前啊，呢個前字咧，其實佢係用咗個輕微嘅轉音啊。佢其實個轉音咧係好多時都係用個咪嚟就個音㗎喎。如果大家有留意啊，其實佢係帶住一種蘇寧嘅味道啊。就係呢一個字咧，佢已經話俾觀眾聽咧，我未發力啊，大家睇住。睇好戲啦，就係呢個開場咧，佢係帶住一種克制嘅開場啊。黃鄭咧亦都證明咗咧，佢唔係話淨係識一個即係淨係爆音嘅歌手啦，佢係懂得一個收嘅
藝術家。而第二個段落咧就係危機嘅出現啊，神級嘅救場啊。因為點解咧？佢去到中段嘅時候咧，其實個歌曲啊已經開始係慢慢推向高潮啊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其實最大嘅考驗亦都係出現啊。因為喺阿吳奕偉咧，因為佢支氣管炎啊嘛，佢上到某個音嘅時候咧，其實係明顯有啲就住啊。佢嘅聲音咧係提唔起上嚟嘅，因為有少少就嚟破音嘅危機啊，亦都可能有少少抽住嘅時候咧，佢有機會係咳出嚟嘅。喺呢個時候咧，我估普通嘅助力嘅歌手會係點樣咧？可能會停一停啊，又或者細聲咗啊。等個參賽者啊自己頂住上啊，但係黃鄭俊仁咧做咗一個好決定性嘅動作啊！佢瞬間咧由和音轉為主音咯，佢將自己嗰把聲咧係完全咁蓋過阿吳奕偉就嚟失手嗰個位啊！同時咧佢又用一個好凌厲嘅高音啊，將嗰首歌炸上去嘅。因為呢個動作咧絕對唔係話搶鏡啊！呢個動作咧，絕對係執山同埋補位啊！呢個咧正正就係黃鄭俊仁嘅神來之筆啊！呢個位咧，如果話變成有啲咩瑕疵嘅時候咧，亦都會令到可能吳奕偉嘅信心崩潰啊！咁呢一下咧，其實係足以證明咗黃鄭俊仁喺現場嘅功力咧，係去到邊個層次啊！佢唔單止係唱好自己嗰 part 啦。仲可以啊，食住對手嘅狀態啊，即係幫佢啊，隨時準備打救對方啦。呢種其實係個級數啊，音樂嘅素養啊，其實喺香港嘅樂壇咧，其實都係買少見少嘅。就係呢一幕咧，就正正解釋到啊，點解賽後啊，吳奕偉啊對黃鄭佩服得五體投地啊，唔係話因為佢唱得幾高音啊。而係因為佢喺最危險嗰一刻咧，係救翻成個表演啊，成首歌啊。而第三段咧個尾段爆發咧，直頭係一個雙龍出海嘅炸爆舞台啊！因為咧過咗最危險嘅部分咧，黃鄭俊仁咧都知道啊，阿吳奕偉已經過咗佢自己嗰個心理關口啊，佢開始慢慢釋放自己嘅能量啦。佢去到最後一段副歌啦，嗰段時間啊，先至係真正嘅強聯手啊！黃鄭俊仁嘅高音啦，係清亮啦、清澈啦、響亮啦，係直衝雲霄啊！阿吳奕偉嘅中低音咧係厚實嘅、穩陣啦，充滿咗男人味啊！佢兩把聲交織住一齊嘅時候咧，好似有一種倚天屠龍劍嗰種感覺喎。你唔會覺得係邊個搶邊個鏡㗎？我只係覺得佢兩把聲咧，天生好似係咪應該合埋一齊？其實聽到去最後嗰度咧，有一種好自由嗰個感覺啊！阿黃鄭嗰種海豚音色嘅爆發啊，亦都加上咗吳奕偉啊，亦都用咗全力嘅嘶哮啦。其實呢一種化學作用咧，係咪好耐都冇喺電視機上聽到咧？其實呢個結尾咧，係將成首歌嘅情緒啊，聽到即係推到最高峰啦，由最初嘅後知後覺嘅遺憾啦，變成咗一種我唔會再錯過嘅覺醒啊！喺呢一刻咧，阿吳奕偉啊，亦已經係再唔係一個病人啊！阿黃鄭咧唔會話只係一個助手啦，佢哋兩個咧就係兩位音樂嘅猛將啊！喺台上咧係打咗一場好漂亮嘅仗啦。而去到第四部分，又講下啲觀眾咧就回響翻話，意難平啊！個意思係點解咧？咁表演完咧就拎到93分啦。其實呢個分數咧都算係高分嘅。我相信好多觀眾都可能會覺得話，哇，係咪應該高多少少啊？不過其實係有少少沙石㗎，都未必係，因為冇辦法啦。阿吳奕偉係有少少個聲音係有少爭少少嘅。咁但係咧。有啲人就話，哇！阿黃鄭俊仁助力，哇 very nice 咁樣啦。咁有啲人就話阿吳奕偉，哇，支氣管炎都唱得都幾好啊，都仲係咁好啊。黃鄭俊仁咧，直頭係靈丹妙藥啦。其實最多人 like 嘅地方咧，就係話黃鄭啊個胸襟好好啊，因為佢冇嬲過上屆，點解
唔可以入個決賽咯。佢冇任何負面情緒，翻個中星嘅舞台度啦，仲要係助力成功喎。咁大家睇到個重點未呢？觀眾嘅眼睛咧，其實係雪亮嘅，讚嘅唔係話淨係讚黃鄭俊仁唱功咯，亦都讚佢個胸襟啊！因為上一屆中三嘅時候咧，有啲評判啊話佢即係批評佢啦，喺賽制又淘汰咗佢啦，決賽入唔到啦。其實呢種打擊咧，係對於一個咁有實力嘅歌手嚟講咧，好似有一種好難吞落去嗰種感覺。但係佢做到咧，就係話，佢都冇鬧啊 TVB 啊，冇鬧評判啊，冇發晦氣啊。事隔1年之後咧，終於係王者回歸啊！佢係以一個助力賽嘅身份，但係佢又冇話即係搶風頭啊，仲要用自己嘅實力啊，去幫一個後輩攞高分咯。其實呢一種係以德報怨嘅氣度啊，其實樂壇咧係好少有嘅。咁有趣嘅咧，就係話上屆中星3嗰陣時咧，有啲評判就話佢，炫技啊，感情不足啊，即係你知佢嗰啲，即係嗰啲咧會有呢一種感覺噶嘛。如果講真，聽唔慣佢嘅人咧，都會有呢一種感覺啊。但係今次咧，佢唱嘅時候咧，係完全展現咗佢助攻嘅技巧啦，亦都有人話佢係蓋過主唱嘅。但係講真，欲加之罪咧就何患無辭啦！有時咧公道咧自在人心嘅。今次呢一鋪咧，黃鄭俊仁贏到嘅唔單止係觀眾嘅掌聲啦，亦有人對佢嘅人品嘅肯定啊！正如有啲網友就話，黃鄭一出手啊，經典咧就一定有啊！又有啲人話呢啲先至叫做助力賽啊！其實今次黃鄭俊仁啊，用行動嚟話俾大家知咧，真正嘅強者啊，唔係話踩低人嚟抬高自己咯，而係話將自己有能力嘅嘢啊，喺身邊嘅人一齊拉上呢個高峰啊！好啦，又嚟到第5部分嘅總結啦。其實呢一次咧，唔係話助力啊，而係話一場華麗嘅翻身賽啊！咁點解呢？因為黃鄭俊仁同吳亦偉呢次後知後覺之後呢，之所以咁震撼呢，係因為佢哋展現咗音樂比賽中啊最美好嗰2樣嘢，就係實力同埋友誼啊！黃鄭俊仁啊，向所有人示範咗一個頂級歌手喺點樣有限制之下同埋嘅情況之下呢，自己係幫手拍檔病咗，做出無限嘅可能啊！佢嘅高音啦，佢嘅和音啦，佢嘅執生嘅能力咧，全部都係天花板嘅級數啊！而我哋咧亦都見到吳亦偉嘅堅毅啦，其實佢都病到五顏六色啊，都頂硬上啦，仲唱到咁有水準啊！其實係絕對值得鼓掌啊！同埋呢首歌咧，已經成為咗中年好聲音4其中一首最令人難忘嘅經典合唱啊！而對於黃鄭俊仁嚟講咧，其實呢一個意義上咧係遠超咗成功助力啊！因為呢一次咧係佢一場華麗嘅翻身戰啊！佢要話俾所有人知咧，我黃鄭俊仁咧唔單止係一個好嘅歌手啦，亦都係一個頂級嘅合作夥伴啦。到最後咧，又睇翻啊黃鄭俊仁6月28日，佢有一個音樂會喎，喺黃埔嗰度。即係紅磡啦，開個音樂會啦。其實一個咁有實力嘅歌手咧，其實係更值得有一個更大嘅舞台嘅。咁今次咧就係我對後知後覺嘅神級演出啦。歡迎大家俾個 like 啦，同埋又留言話俾我知你哋嘅感受係點樣啦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啦，下一次又再同大家講下其他 topic 啦。好，係咁先，拜拜。